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其实流行音乐创作当中就有这么多歌曲，然后大家大概创作的素材不外乎就是生活里的那些大小事啊，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情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难免会有撞歌名的时候。好，那你在你的心中里面呢，有哪些撞歌名的歌曲呢？其实还不少哦。那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你分享两首撞歌。就是歌名相同，但是呢意境完全不同， feel 也完全不同，但又好像有一些相同之处齁。那么到底是什么歌曲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来跟你分享。不过在要跟你分享之前呢，邀请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邀请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齁。同时呢，也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你可以留下你的宝贵的讯息。那么在节目要一开始之前呢，还要跟大家报告一个讯息哦，就是我最近有一支新的 MV 推出，在我的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板公灰啊。那个板公灰啊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扮家家酒的意思啦。那么扮家家酒呢，我是取谐音的，就是办公室办公室，灰啊就是那些家伙们。我自己一直想要帮那个上班族们写首歌来解闷哦。那么在我的新专辑有一首这样子的歌曲，然后呢它的 MV 上架了后，那我也会把连结就放在我们的内页里面，那个说明栏里面，然后呢大家你可以点来看一看，然后解闷一下，笑一笑，保证不让你失望。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4月1日的时候就是4月1日星期五晚上呢，我将在台北西门红楼的大河岸举办自己的演唱会。那么我也在那个说明栏这边把讯息留给大家。那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有空的话，在连假即将开始的时候呢，你刚下班的时候还不急着回去的话，邀请大家可以到西门红楼的大河岸来看我的演唱会哦。那么那一天的演唱会呢，绝对是让你值回票价，非常精彩的。OK， 好，那邀请大家可以分享我的 MV， 同时呢，也邀请你有空的话来参加我的演唱会。那么我们今天呢，用2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首歌它的歌名呢，都叫做海阔天空。好哦，说到海阔天空，你大脑里立马闪过了谁的作品呢？或者你根本没有印象有海阔天空这首歌？没有关系，分别有2个团体都唱了海阔天空，而且都是乐团，蛮妙的。然后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速度，音乐的速度差不多那个 tempo 还蛮接近的。最让人知道的，我想应该是我要为你介绍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是来自于 Beyond， 香港的知名的摇滚乐团 Beyond， 他们所唱的海阔天空。那有更多年轻的朋友后来会知道这首歌呢，来自于香港前几年的反送中运动。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呢，后来大家用了 Beyond 这一首海阔天空。好，那你可以常常看到反送中的舞台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唱这首歌，你也可以在很多他们的集结示威游行的现场听到大家一起同声高唱这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Beyond 1992年的作品。
那 Beyond 呢，它成军是在1983年，然后他们一开始是一个地下的摇滚乐团，一直到1986年，还有出了专辑，变成了影响了香港很深的一个摇滚天团。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他们解散。那解散以后呢，各自的团员继续在各自的音乐岗位上面继续努力。那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那么有空呢，有机会我们再来花一集的时间来介绍Beyond 这个团体。那他们成员也曾经有一些更替。好，那2005年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办了告别的演唱会，然后各自解散。那1992年，他们发行了这一张专辑，就叫《海阔天空》，里面有一首主打歌，也就叫做《海阔天空》哦。那《海阔天空》这首歌，不好唱，但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听看，也许你曾经在电视上听过这首歌，来自于那时候也许是因为反送中。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Beyond 最原始的版本。听完了这一首《海阔天空》你应该想起来了，对，这个旋律超熟，对不对？而且也许你会想起了很多反送中的画面。我记得在反送中的许多的现场，然后包含在新闻画面，当一群香港的年轻人们在街头，然后在抗议现场唱的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让很多人为之动容，然后让很多人流下眼泪。那么过了这一段时间，香港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随着世界很多局势的改变，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然后在大脑里闪过了这样子的画面，我想你心里会有很多的感触吧。OK， 同样的这一首歌的歌名呢，另外一个版本呢，完全不一样的内容，但音乐的速度有一点点相同。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信乐团。信乐团呢，也曾经唱过一首歌，也叫做《海阔天空》。那么严格来说，我认为这两首歌，信乐团的这个版本也不算是一首情歌，我不觉得它一定要被解释为是一首关于男女爱情的情歌。那么信乐团的这个版本呢，跟 Beyond 的版本一样，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很难唱 ，key 都很高。那个信乐团刚出来的时候，让大家受到很大的惊吓了，就是那个那个信乐团的主唱信，他声音超高的，有没有？可以唱得很高这样子。那么，所以他的很多的作品呢，他们很多的音乐性都展现了他超会唱歌的那个飙高音的实力哦。那包含在这一首《海阔天空》里面呢，也是一样的。那么信乐团呢，后来也一样，信单飞了吼。那说到信乐团呢，我就想到一个有趣的事，他们团里面有一个鼓手叫做 Michael， 然后 Michael 是我认识的朋友，他是台湾跟黑人的混血，但是他因为他从小就在台湾长大，所以他其实是不会讲英文的。那么有一天呢，他遇到外国人，那个外国人就看到是黑人，就想说这应该跟咱讲的吼，讲英语嘛会通，结果就开始跟他讲英语啊，英文讲着，然后那个 Michael 就说：“我听不。”对，这蛮有趣的一个有趣的笑话。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邀请大家，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那个信乐团所带来的海阔天空，我们来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听完了海阔天空呢，接下来我还要介绍另一首歌。这首歌呢，歌名一出的时候，你可能就马上会有一些反应。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旧情绵绵》。古井咪咪，在泛华语歌的华语世界里面呢，可能粤语，可能台语，可能华语也有可能是客语、原住民语。有一些歌撞歌的情况其实还蛮多的。说到的古井咪咪，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咱台语歌那首真老的台语老歌叫做《古井咪咪》，敢是？
是嘛吼？但是呢，我跟你说，也许年轻一点的朋友又想说啊，台语歌有条歌叫古井咪咪哦，我唔知呢。呵，你唔知不要紧，等下再讲你知。但是呢，其实呢，有另外一首华语歌也叫做《旧情绵绵》，然后呢，也是一首很动人的情歌。那而且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 style 哈。刚刚那个《海阔天空》呢，第一个都很难唱，第二个呢，他们节奏有点相近哦，然后都是很飙高音的。那这两首接下来我要讲《旧情绵绵》的这两首歌中间的关联性不大，唯一的关联就都是情歌。那么在华语歌里面也有一首《旧情绵绵》，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呢是谁唱的呢？是大名鼎鼎的张学友所唱的。张学友呢，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开始出道，然后他创下了很多很多的记录哈，包含那个他的光是《吻别》那首歌就卖超过1000万张，这个是你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那时候马丹娜之外呀，好像张学友算是排名前几名的，在同样那个时候的专辑，细节我有点忘记了，查了再告诉下次专程来介绍张学友的专题的时候，可以聊聊这件事情。不过张学友奠定的很多的成绩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那他的《旧情绵绵》这首歌呢，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好听，然后其实也不会很难唱，朗朗上口，但是非常的感人。好，我先让大家，我们就来听张学友的这个《旧情绵绵》的版本，我们再继续聊。听完了张学友的《旧情绵绵》呢，最后一首我们就要来听洪一峰老师的《古井咪咪》。这首歌呢，有很多人重新演绎过，包含了洪一峰，还有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洪荣宏大哥，还有蔡琴，然后还有好多人都重新演绎过这一首《旧情绵绵》。这是很棒很棒，而且影响很多后世做台语创作的一首歌曲哦。这一首歌非常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原因是这样哦，在1950年代的台湾呢，那时候的许多的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还是台语歌曲哦，都在做混血歌。什么叫混血歌？就是可能拿了国外的曲，然后填上了华语或者是台语，然后就发行出版这样子哦。那时候这样的歌非常非常的多哦，包含夜空。忘了吧，再想它又有什么用？或者是相思河畔，始终相思河畔，结别了你。这个歌呢，是泰语歌。然后甜蜜蜜，甜蜜蜜，你绝对没有想到那是一首外语歌吧？甜蜜蜜的旋律呢，其实是一首印尼歌。那当时的台语歌呢，更多了尤其是翻唱那个日本的旋律。那洪一峰老师呢，唱了非常多这样子的歌什么再会呀斗气啦，然后什么台北花的尾棒车，不止这样，他还翻唱了那种德国的民谣，来自于阿尔卑斯山的那个 Lady You Lady Lady You Lady You Lady， 好，这个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呢，比较特别的是洪一峰老师呢，他也是第一位希望我们可以创作自己的歌的台语歌的歌手。于是呢，他邀请了当时写很多很多翻译歌，就是说拿那个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旋律然后填上台语词的作者，这位叶俊麟老师不得了哦。那个叶俊麟老师写最多这种翻译那种混血词的老师叶俊麟老师很重要，他的学生很多，那黄以玲就是他的关门弟子哦。好，洪一峰老师呢邀请叶俊麟老师两个人开始做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歌，自己的创作。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旧情绵绵》、《古井咪咪》还有《苏波的人》还有呢那个《淡水无色》、日头将会沉落西这些都影响着后世的台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大家听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洪一峰老师最经典之一的这一首歌《古井咪咪》。等一下大家听一下我觉得
你可以很留意一件事，就是它的前奏超美的，还有它的间奏也超美的，那个铺陈啊，真的是太棒了哈。也许你会听到那个有一点小提琴啊，有些小地方会闭吹会滴一下，然后你也有听到小喇叭在间奏的地方有稍稍好像闭吹扒了一下。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在过去的录音是这样，就是歌手和乐队是同步的，是一北七的，所以这当中呢，只要有人错了就要重来。那自然呢，有时候可能会有已经录不晓得多少次了，有一些小的错误的时候呢，也许就会选择让它过去，这样子。所以比如说那个，有时候你会听到钢琴弹错音，你还会听到有管乐稍稍微微的放炮，或小提琴有一点点音不准之类，这个都会让它过去这样。那正巧呢，小提琴有一点一小声在前奏听得见，然后在间奏小喇叭有一点点要被吹的声音呢，也正好被你听见这样子对，但就算是这样，不失这首歌的美丽，前奏美丽，旋律美丽，歌词美丽，间奏也美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让大家来听这一首洪一峰老师所演唱的版本《古江秘密》。同时呢，邀请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4月1日来听我的演唱会。那同时，我的 MV 版公会也邀请你一起分享，然后你看一看，笑一笑，希望你上班的时候更有力。我是王俊杰，祝福大家。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古江秘密》，我们下次再会，拜拜。